道理。这嘛做代表这种老师啊，咱全咱的迄个先前规章制的，嘛是拢是咧学习的。所以呢，老师呢就是要救助咱遮，会甲咱度化咱遮的吼，温文的家庭，因为下当呢做业道理，就是讲呢，有天当这个上课的房间，但是呢，伊听骗了呢，这个骗来呢，无非就是咧来救助咱，但是。苦过天山的看也看无定，就是讲咱无做老师的，看无啦，就是讲地下我白头看，奇怪，这阵在学堂行都看无着我的囝，迄种的心情啊，所以讲无奈修书放袂离啦，吼，伊呢一直咧去，若讲一个徒儿一个善嘛，所以老师对咱吼，迄种的迄个讲爱吼，就是上地宝。